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。上期节目呢，我们为您介绍了三花玉娟中的前两位施银花和赵瑞花。今天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王杏花和姚水娟。王杏花呢，也是三花玉娟中的一朵花。她是1917年生在浙江新昌西门外的潘龙村一个农民的家庭。她在1931年到盛县的黄泽加入了乐新舞台学戏。当年的年底就到上海在16铺的一带演出。我要讲一下，这次演出是女子越剧30年代第一班进入上海的，所以她在越剧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。36年的时候啊，她就被一个很有名的戏班四季春班聘为客师。那个时候袁雪芬刚刚在四季春班出科，先在萧山火神庙演出，后来就到上海来演出，在老闸大戏院。这是秋天的事情。在上海演出啊，王杏花就应高亭公司之邀，录制了女子越剧的第一张唱片《至真哭图》，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后来的时候呢，王杏花在离开了四季春科班以后，又先后在很多的剧团里面演出。到1953年，他是参加了由老艺人组成的振奋越剧团，并且担任业务团长。后来到这个上海越剧院的学馆去支教。王杏花当时被称为是先进明旦，她在艺术上不保守，敢于改掉旧东西，吸收新东西。她曾经把越剧早期的皱纱包头改为贴片包头，使形象显得美观。她打破了十字调不能落腔的旧规，使唱腔更加动听。她的拿手剧目如《夜香道印》《盘夫索夫》《碧玉簪》都请文化人修改润色过。原本这里面呢，周文京啊，他在牢里面叹息的时候说，各种各样的，不管哪一种人救了他，他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后报，对吧？这里面就举到，如果是丫鬟使女救了他，他将可以娶她们为夫人。那也有的说呢，这个娶她们为二夫人。不管怎么讲呢，总是带有那种让这个搭救他的这些女性啊，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是我母亲当时就觉得叶湘仗义勇为啊，这是一个令人震惊、令人钦佩的这个品德，所以也无需一定要看重如果以后能够做那个二夫人多好啊，如果能够做夫人多美啊，他不要羡慕这些，他本来就是个劳动人民，是个下等人，他也就是冲着周文京是为了惩处这个恶霸，所以叶湘就舍生忘死的去搭救他。他突出这一点，我觉得他突出这一点还是符合人民的这个意愿的。还有呢，比如说在开牢门的时候，原剧本里面是有13道牢门。这个13道牢门在舞台上面，一大串要事不说它，还要一道一道的开，一道一道的这个表演，这样呢就重复的地方比较多，就显得拖沓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观众也并不会觉得这个有多好，对吧？不会喜欢，所以就改造一下，改为3道牢门。3道牢门分层次，分出这个先后，那么既有层次变化，又紧缩了这个表演的重复的地方，所以这样呢，还是受到了观众的肯定。哎呀！
他那个也像导演的，他演丫头的。当时他的唱腔是比较简单的，闻得小姐一枝面，去到指望才相面，他那样唱的。那我觉得也蛮新鲜，因为我是男班师傅教我的。我觉得他的唱虽然很简单，也很好学。因此到杭州去呢，我就唱这2句。哪里晓得那个王新华他在那个杭州演出，大家观众很喜欢的，帮我称为是小王云华了。这段画面里面唱段呢，基本上用的是叫做老调，就施工调。那个时期，我母亲那个时期，它主要是施工老调时期。这个施工老调，他们那一代演员，这方面的唱腔还是从施银花几位演员这个对粤剧还要老。那么所以施银花那个时候的唱，在我母亲那一批演员的耳朵里面听上去呢，已经是比较新潮的了，已经是比较领先的了。当然跟后面的这个42年那个时期以彩调为主的那是又显得陈旧了一点。但是虽然在这个老调里面，他还是努力的把它划分成3个阶段吧。第一个阶段呢，是他在奉了小姐的使命去街上买花粉的这个路上，所以这一段只是一个一般性的交代，所以唱腔也比较平，也是一般性的这个施工老调的7字句。然后他听到周文京的前后几次哀叹之后呢，他的内心呢有起伏，有跌宕，有变化。因此随着情绪的变化，他也有放弃的这个一闪念吧，觉得这个我一个女的，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能耐，我怎么去救？好像也管我什么事呢？还是不管吧。但是想一想呢，听到周文京说，也是为了老百姓除恶吧，所以他觉得这样的清官，我作为一个我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了，我也应该尽力的去搭救他，也是义不容辞的事情。所以他这样一想呢，前后的心情变化呢，通过唱词也通过这个唱腔的处理加以显示。最后呢，特别是下定决心要舍身忘死去搭救，而且对那个小田荣的恶劣行径表示愤慨，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，用了比较激昂高亢的一些唱法。不是那看在人，今人活在福地山。我也想不是年老人，你把我当儿子，我不好把你当母亲。人家的儿子我最乖，我要打仗马过本。天哪！哎呀！刚刚我讲。
定的愿望哪个真？大人子弟中间救人不惜命，我一想起希望我不给应。我这就在大人是阿宝，我本身在归一颗心。你看，我一想到他这些饭，我的要提个知道。三花是女子越剧中最早的名旦，而紧接其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便是姚水娟。姚水娟是女子绍兴文戏时期的著名演员，浙江仁源人，出生于1916年。在1930年，她14岁的辰光呢，进群英舞台科班学戏，开始学小生，后来改花旦。到1932年，她脱离科班，到外面做科师搭班唱戏。她从1932年开始，一直到37年，都是在浙江、宁波、绍兴、杭州、嘉兴一带演出，渐渐昌红，成为名角。各地都经常邀请她去演出。一次在那个杭州大世界演出辰光，他演了他的拿手戏啊，比如说当时大世界的经理啊张载阳，他到剧场去看他的演出。那么当时剧场演出呢，有一种风气，如果演员演得好啊，他当场来叫好。就张载阳看到那个姚水娟的精彩表演啊，他也不禁叫好啊，叫了一声好，下面脱口而出，说三花不是一绝。那么他这样一叫呢，惊动了这个周围的观众。哦，这个三花不是一绝，这个一个说法呢，就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后来呢，上了这个叫报纸。因此，姚水娟三花不是一绝，姚水娟的名声啊，就更加响了。伊是第一副班子到上海来了，可是伊是真的是一个冒险了，对吧？来了之以后呢，真想不到，伊倒是真的一炮打响，一炮打响了以后嘛，好了，以后嘛就是一副班子啊，一副班子伊来了，真正是不容易。后来伊也想，要来了上海搿能介个旧上海，要站稳脚，要搿个叫要落脚点，搿哪能办法呢？搿是真正不容易啊，还是真下去不容易了，真的叫，结果伊啊，戏搿个叫演得来是老红。姚水娟之所以得到甚于三花的追捧，不仅在于她良好的艺术天赋，也在于她锐意进取的精神。上个世纪30年代末，她倡导改良越剧，第一次请了专职编剧《大公报》的记者樊迪民，并且在其建议下对舞美灯光做了一定的改造，为越剧向综合艺术发展开了先河。樊迪民他本身就是参加过文明戏阶段，实际演过文明戏，对这个文明戏一套这个编下这个目标戏的方法呢，比较熟悉。他又根据这一套方法为姚水娟编下目标。当然，这个目标戏比那个原来那个绍兴文戏演鲁头戏进了一步。绍兴文戏时期，从姚水娟改良越剧啊，演这个新编节目，他是推动了越剧艺术的向前发展。可以说姚水娟她是继史宁花之后，是吧？是这个对越剧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二个代表性人物。是了，那里有的小光辉。
心里多恩啊人，只有你家店啊人，我家没有红灯节，心里怕谁来猜门呀？今天姑娘家我的人啊人，来家呀路路不是一呀在在，那要你今年家我哎，姑娘不听我定下，我要住在天上等天呀里。哎呀，银色公子不真实，不加红灯不加美，唐人走到天大名，西比百姓要担累。公子啊，公子你且等一拉等，在路里面惊龙啊飞，我急忙的是里去上，照定一盏摇红啊飞。就龙龙说加红灯，也是姚世军的拿手戏之一。龙龙说加红灯搿只戏呢，就是讲里向这个一段唱腔啊，是当时就是国立唱片，所以呢浙江城乡呢非常流行。这个里向唱句，比如说买你油头小光棍啊，半夜三更来敲门，像搿能个唱腔是可以讲是这个男女老少都会得很啊，都会得很。那么姚世军的唱腔呢，他的这个咬字非常清楚，很有力度，咬字很有力度，是吧？这个家乡用力啊比较浓，所以呢，一个咬字轻，这个使得这个观众听众啊达到就是讲时时中听，深深受搿能个效果啊。正像古典戏曲理论当中所讲的，这个唱腔演唱要时为子，腔为宾，时而重，腔而轻，以为你达到搿能个要求。哎呀，公王公子一呀面给，我离家去那一来三灯，现在我正可是给我的本事，就地红灯照灯啊里，快来看出去，今朝早来照公凡是一盏月的灯，好的我心中里将心比在比呀也定不了，他的公子不为私心，但公心不拉给应，我一起经营并无效，将你送官到衙门，实在冒犯将你打，你哪有面目好得谁呀？你到南京问官司这样的，就是我弟弟的门啊飞，凡是我到衙门去啊，师兄听见他的声，他了呀要到天来，说你妇女一说叫得精啊人，我妇女一不万法，二不万三，三观统统开，凡是自己我在啊你，什么小心在呀过去啊，公子啊，日子与你来路啊少，公子万事
观众朋友们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姚水娟就暂时给您介绍到这里。下期节目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这位曾有着越剧皇后美誉的越剧名宿。